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3月29日，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名18岁哈萨克女孩沙亚古里诺尔普拉提，为解救被关押在新疆伊犁市所谓教育培训中心集中营的父亲赛伊蒂诺尔普拉提，向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了请求，希望利用外交程序申冤并释放父亲。北美伊斯兰会议在马里兰巴尔举行，参加会议的维吾尔人在会议中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压迫时，对方以没有参会请柬而被请出会场。随后，该事件在社交媒体的账户共享了整个事件真实经过的视频。2018年年底，哈萨克斯坦将通过150个新项目，价值1万亿美元。据哈萨克电视台报道，铁路车轮和大口径钢管的制造工厂、聚苯系工厂等项目在工业和创新的国家方案框架内实行。周日晚上当地时间约20日30分时，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首府麦都古利发生了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7名疑似极端组织伯克圣地成员先后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18人死亡，83人受伤。4月2日，土耳其各地举行庆祝世界自闭症意识日活动，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属手持蓝色气球和横幅游行，最后把蓝色的气球放飞天空中。自闭症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疾病，它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影响。自闭症往往伴随着社会交往障碍，同时有兴趣狭隘，有重复刻板行为，但通过早期发育和早期科学干预，自闭症也是可以具备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